喂，喺度搞緊咩？啱啊，預埋你啊，俾幾萬把你啊！今期落咗成億獎金喎，中咗隨時可以提早退休啊！你一睇我知啦，不嬲我做人都腳踏實地噶啦。不過講開退休保障呢，就得一個字：強積金。我淨係知我每個月俾人扣錢啫，其他我咩都唔知喎。所以咪叫你要好好管理咯。其實上網或者手機 Apps 都可以處理到，資料仲一目了然。強積金係退休後最主要嘅收入來源之一，通過有效嘅管理同規劃，確保退休時擁有足夠嘅儲蓄應付生活開支，避免到時先發現儲蓄不足嘅問題。不單止可以保障未來，仲係可以確保財務決定帶嚟最佳嘅長遠效果。之後退休先可以擁有最佳嘅生活質素。喂，咁4同26咩啊？咩上26啊？夾錢啊嘛。你咁腳踏實地啲嘢唔啱你嘅。